即马真侪演唱会票是真歹抢，所以袂少人伫网络买票，结果是哄骗。刑事局嘛掠到有嫌犯是先骗被害人汇钱，佮要求被害人提供口罩，唔免用卡片就当领钱的功能，互车手会当去领钱。后来因为这民众无摕到演唱会门票去报案，发现讲因的口罩嘛变成红冻结，变成是诈骗的口罩，所以嘛发现讲家己是哄骗咯。 歌手办演唱会门票确实真歹买，刑事局发现有诈骗集团掠到民众惊买无门票心理，第二面册社群卖门票，而且透过第三方诈骗手法骗到受害者的钱。犯嫌会用话术，比如说他什么身边没有账户了，或者是他今天账户汇款次序够多了，然后就以话术骗取被害人 A 的账户。 23岁姓区的主嫌先伫网络顶头找到要买的人，要求 A 组被害人汇款到指定口罩了后，再用话甲拐提供伊名下金融口罩，而且拍开免卡片领钱的功能，才互其他想要买票的被害人甲钱汇到 A 口罩。由嫌犯的小妹去做共犯，免卡片甲钱领出来了后，被害人因为无收到门票去报警察，才害 A 组被害人的口罩封锁起来，利用第三方的手法来闪过警方追查。初步清查被害人 有14个以上，那被害金额新台币5万多。寻后，依诈欺罪嫌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，并由法院裁定羁押邱姓主嫌。这场是今年9月伫高雄演唱会大概14名被害人小连续逼出来，哄骗的金额大概5万元。警方12月底伫花莲掠到姓区的2姊妹仔，也依照涉嫌犯刑法诈欺罪嫌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，姓区主嫌法院裁定羁押核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